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顶礼拜对摩西角度来看接班的这件代志，今仔日咱要对约书亚这个接班人的这个角度来看。伫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相信你的话是充满气力，对阮的生命有利益、有帮助。阮也明白。当阮自行看你的话、听你的话时，阮得当领受极大的福气。所以主啊，这个时刻，我要听你的话，恳求你帮助阮，互阮的心得到安静，互阮会当自行伫你的话语顶面来真实明白你的话。恳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当以色列人因行了旷野的路程，因要准备过约旦河的时阵，这个时阵发生一件大代志，就是领导因40年久的摩西死去。咱会当想象，迄个时阵，这群以色列人一定非常惊吓，甚至会感觉讲悲观绝望，因为有足足40天的时间，规个以色列的民族完全是倚靠摩西一个人。咱会当理解，因中间的纷争是靠摩西来排解、来处理。因若要知影上帝的心意，嘛是爱透过摩西去领受了对因传讲。所以咱会当理解的讲，因心内大概感觉讲，无一个人会当完全代替摩西。而且咱顶回有读过一段经文，摩西120岁的时阵，伊身体还真臃肿。目睭无花，而且体力无衰退，所以我想，这群以色列百姓，因绝对无法度接受这个事实。因看摩西身体也袂歹，无想到伊会遐早退休，叫上帝接去。所以因一定感觉真戆影，到底要安怎？这个时阵要安怎？虽然摩西手下有70个长老，但是咱对圣经中间。看袂出讲有一个人亲像摩西安尼，偏偏伫这重要的时刻，因要进入迦南，因为领导者煞死去，这对一些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的确真困难相信，嘛无法度接受这个事实。但是摩西要离开进前，伊有换手伫约书亚身上来。互约书亚成做伊的接班人。当然，以色列百姓知影，但是咱来徛伫约书亚的角度来看，做一个接班人，伊压力有非常非常大。一般咱咧认为讲，要接班的人其实真好，因为已经有头前的人替伊拍好基础，安尼只要照安尼顺序做就会使。但是咱来理解，要做一个接班人，其实有来自。无同款的方向，真大的压力。咱特别来想可能有几项的这压力会伫约书亚的身上来产生。第一项就是竞争，领导者退位，总是有真侪竞争者想要代替这个领导者来徛这个位。咱看见了最近。这个高雄市长被罢免了，各党各派拢派人要参选，因为大家拢想要抢这个位嘛。而且咱来理解来讲，一旦接班了这过去甲你竞争的人，有可能会成做你的批评者。咱来理解约书亚迄个时代，咱拄则有讲过，有70个长老。而且有12个支派，拢有领袖。除了约书亚以外，至少还有一个加勒。咱理解讲，这个其实是领导者，伊有真侪竞争者。所以虽然圣经中间无真清楚来说明，但是我深信当时一定也拄到这款的问题。检察摩西已经竞选约书亚，但是相对的约书亚必须要面临这个竞争，这件代志。
第二项，一个接班人吼，伊会拄到另外一个压力，就是来自被领导者的期待啊。被领导的人，伊总是会对新的领导者有一寡期待嘛。这人够有能力带阮带领阮渡过约旦河，约书亚够有能力，互咱会当得胜。啊，这人够有能力做正人的典范。伫约书亚还未表现进前，百姓多少拢会怀疑嘛。啊，这嘛会发生伫咱的团体中间，比如讲咱的社会中间有企业，企业的接班人嘛拄着即款问题吼。因为新的接班人，大家总是对伊有一个期待，有可能带领即个团体往更较好的所在去行。伫教会中间嘛有吼，莫讲牧师的改变吼，咱每一档拢有团契会长的改选，新的会长嘛有相款的压力啊。因为选即个会长出来的人，总是对即个新的会长有一个期待，望将即个团契会当带到更较好的方向。所以一个团体的领导者吼，总是会受到真大压力，因为一个领导者若活伫即个被期待的情形下面，伊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第三项是上界大的，就是比较。尤其这个标准是摩西，比较是一件真可怕的代志。咱看见社会中间有真侪企业家的第二代，咱想讲富二代真好，但是因现在的压力真大，因为前一代因的长辈真优秀，开创真大的事业，所以要接续伊后边有真大的压力，因为大家拢会掠伊甲过去比较嘛。如果咱若头前咱接续的头前一个人是一个普通人，检查无啥物大压力因为若做无好，就怪情调嘛情调都做了无好，所以我这条就真歹做但是约书亚的情形完全无共款，伊接续的摩西是一个差不多是完美的伟大人物，所以咱大家会比较，讲这约书亚到底有可能甲这摩西比拼所以咱会当想象的，就是伊的压力真大。当然，牧师咧讲这大家毋通拿准讲，甲咱拢无关系。咱拢是一个接班人，上帝将这个整个教会的事工一代接一代，都今仔接到咱这代。所以咱针对一个接班人咱可能也有这款的压力。所以咱今仔日牧师就要帮助咱对约书亚的身上去学习一寡属灵的功课。咱做伙来看，这个接到一个伟大人物后壁面的接班人，伊到底有啥物款的秘诀，互伊的成绩会当接了真好。牧师今日要对三个角度来甲大家做伙来分享。第一项就是约书亚伊深信，伊今日会成做一个接班人，毋是干那是摩西的竞选，是来自上帝亲自的竞选。所以伫经文一开始，咱看见了上帝亲自对约书亚讲话，伊讲：现在你爱起来，甲正百姓过约旦河，往我要赏赐予以色列人的所在去。这可能是上帝伫约书亚接班了第一遍对伊讲话。咱会当想象约书亚迄个时阵听到这个话的感受。这个过去对摩西讲话的上帝，今仔日亲自来呼召伊，互伊使命。我咧想讲，若我是约书亚，我听到上帝对我讲这句话我心内一定有两种心情伫心内真挣扎。一方面我真欢喜，一方面我嘛真烦恼。欢喜的是安怎？欢喜是讲，这么重大的责任竟然会临到我。我被上帝呼召去做摩西无法度完成的工作，这是值得欢喜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烦恼的是啥物货？这个工作实在太困难了，我到底敢有能力去完成？所以咱会当理解讲，约书亚迄个时阵的心情就是安尼。一方面欢喜，一方面忧愁。
但是咱若继续来看，发现讲这件代志改成显然无去困扰约书亚。咱看约书亚的反应伊无亲像摩西，上帝咧呼召摩西的时阵摩西提示了找出一个理由对，所以咱等会爱讲两集，爱讲2讲，才会当将伊的理由讲了。约书亚拢无亲像摩西同款，无找一大堆理由来提示，伊马上用性命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因为伊深信接续摩西的工作，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应允的地，毋是简单出自摩西的竞选，反倒等伊明白是来自上帝的竞选。所以约书亚因为对这非常深信，所以伊有信心接续摩西这个伟大的领袖。亲爱兄弟姊妹，咱来理解竞选的意思是安怎？是上帝选的。伫圣经中间咱伫信仰顶面，咱来理解一点。咱今仔日受竞选，毋是咱选上帝，是上帝竞选咱。亲像耶稣基督伫约翰15章的16节讲：毋是恁竞选我，是我竞选恁，而且指派恁去结这个上上之地的果子。所以咱的信仰，咱来理解，咱今仔日会当成做上帝的儿女，成做上帝的器具，毋是来自咱家己选的，是来自上帝竞选咱。而且，上帝为什么竞选咱？上帝咧选人，甲人咧选人是无共款。咱被选毋是咱真好，咱无缺点，毋是因为咱互上帝欢喜，毋是咱较可爱，咱较有文数，毋是安尼。这完全拢是上帝的恩典。咱看耶稣基督咧竞选12个门徒，咱会当明白。耶稣所竞选的12个门徒，因的个性无共款，有的个性真歹，有的脾气真歹，有的想法无真成熟，有的背景嘛出自普通的家庭，出身无一定真好。但是耶稣竞选因，造就因，而且这门徒也愿意被耶稣基督来改变，所以耶稣使用这伊的门徒来起造教会，来遍传福音伫全世界。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今日爱理解一点：你甲我毋是突然间出现伫遮，咱会来到双连教会，毋是无理由的。咱是被上帝竞选出来，而且上帝无凊凊彩彩拣人。上帝竞选咱，毋是简单互咱来遮敬拜伊，然后了就出去，就袂记即咱被竞选的理由。上帝竞选咱，毋是简单互咱伫遮敬拜伊，上帝爱咱去服侍伊。咱看见着圣经中间有这段经文，咱一定爱记伫心内。圣经中间讲，独独恁是被竞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百姓，是要叫恁宣扬迄个调恁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咱今日被竞选是有一个目的，是一个任务。上帝竞选咱，互咱有福分，赏赐福气互咱，是要互咱去宣扬迄个调咱出黑暗入个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去宣扬上帝奇妙的恩典甲美德。这是咱被竞选的一个真重要的理由。而且，亲爱兄弟姊妹，对圣经中间，咱会当理解一点，这是一个应允。如果你若愿意回应上帝的竞选，回应上帝的呼召，这互你的生命会完全无共款。咱看见着约书亚，伊原本可能是一个支派领袖，但是上帝呼召伊，伊回应上帝的呼召，伊成做规个民族，而且真重要的人物。伊完成摩西无法度完成的工作，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迄个应允的地。如果你若愿意回应上帝对咱的竞选，咱的生命绝对会完全无共款。
这是第一项。约书亚之所以会当真顺利来接棒的一个秘诀。第二项，咱继续来看，约书亚毋是简单接受上帝的拣选，相信上帝的拣选，伊也深信上帝既然选伊，就会亲自带领伊往前行。所以，伊完全信靠上帝的带领，伊专业信靠而且顺服上帝，成做一个属灵的领袖。伊相信上帝是全能，伊相信上帝值得伊信靠，所以伊完全交予上帝。这种信靠表现伫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伊靠上帝刚强壮大。伫约书亚的第一章咱看见到有一个真重要的重点上帝对约书亚讲话，伊讲伫你规世人的日子中间，的确无一人会当伫你面前徛会牢。我怎样甲摩西三甲之地，也照样甲你三甲之地。我的确无放落你，也无弃杀你。你着刚强壮大。咱若看约书亚第一章内底，上帝对约书亚总共讲3遍的刚强壮大。意思是讲，上帝激励伊，互伊心智勇敢起来，互伊会当继续向上帝呼召伊的应允去行。上帝会同在临到伊，伫即个应允内底有上帝会同在保护、引带甲赐福。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今日侍奉上帝，有时阵难免嘛会拄着困难，会拄着一寡挑战，但是千万毋通因为困难，咱就惊吓。咱只要问家己一件代志，咱毋是问家己讲我到底有能力去完成，还是承担这个重担？咱来问家己一个问题：讲咱所要做的，到底敢是上帝的心意甲应允？如果若是咱就毋免烦恼嘛，咱也有勇气继续行落去。因为咱来理解，如果咱所做的是上帝的心意，上帝自然依然会促成伊，会完成伊嘛。你上帝无恶情的代志嘛。所以，咱来刚强壮大，去完成上帝对咱的呼召。这款是信靠上帝的一种表现。第二项，要信靠上帝的带领就要遵行上帝的命令。都爱照上帝的话去行。咱看约书亚第一章的第8节，上帝将得胜的秘诀甲约书亚讲，这律法册你袂当离开你的嘴，总是爱日暝去思考，通互你遵行这个册顶面所写的一切话，安尼你的道路就会当行通，凡事顺利。所以，上帝将这成功的秘诀来讲，你照我的话，照我的命令，照我的律法去做，你会当顺利成功。因为这是上帝给咱的一个快乐的来源。所以，咱诚做上帝的学生，咱诚做伊竞选的器具，咱着真实爱照上帝的话去行，认真读上帝的话，然后照安尼去行，咱就会当成功。倒边来看。咱若无要照上帝的命令，想要照咱家己的意思去行，咱常常会失败。咱伫约书亚记的第7章，咱若看这段经文咱就知影有记载一个事件，就是一项中间有一个人叫做亚干，伊做毋到一件代志，就是上帝交代因伊若去战赢了有一寡战利品你绝对袂当摕，这战利品爱完全消灭。但是亚干无遵守这个命令，偷藏一寡得到这个战争的战利品，叫上帝因为安尼对一些人生气，所以当伊要去讲爱城的时阵爱城是一个无偌大的城因就想讲毋免全面出动，只要用2-3千人去拍就会使，结果竟然拍输啊！这是因为一个人犯罪，互因全体拢输。一个人无听上帝的话，互规个以色列百姓因为安尼来失败。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来理解咱若人生中间会当顺服上帝的话，咱就行伫迄个成功的道路。
咱来理解这点。约书亚就是遵守上帝的话，表明伊咧信靠上帝。最后一项就是咱会当理解伊信靠上帝的带领，表现伫伊完全放弃家己的主权。而咱拄则所读的第2段经文中间，当约书亚要去攻这耶利哥城的时阵，还未到耶利哥城头前的时阵，看到有一个人徛伫遐，伊就行过对迄个人讲：“你是啥物人？是帮助阮的，也是帮助阮的对敌的？”迄个人来回答：“拢毋是，我是要做万军的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约书亚一看到这个人，就知影讲这个人无共款，其实就是上帝本身，所以马上就拍败伫这个人面前来拜。然后这人就吩咐将伊的脚的鞋来脱起来，讲这所在是圣地。咱读到遮的时阵咱敢会记得，当摩西第一遍拄到上帝的时阵，上帝嘛叫安怎将鞋脱起来？因为伊所徛的所在是圣地，是上帝临在的所在。所以这代表讲，其实约书亚就是新的摩西啦。嘛是咧对约书亚讲，你看有一件真重要的特质，你要学习摩西，就是摩西是完全顺服上帝，所以约书亚也爱完全顺服上帝。所以这个时阵，约书亚完全拢顺服这个伟大的统帅。咱看见着，这个人讲什么话，伊就讲什么话。接续因去攻耶利哥城的时阵咱看上帝对伊的指示咱看起来是无凭奇妙啊。为什么？约书亚是一个将军对无？将军要去攻打一个城，总是爱照迄个原则嘛你爱组织军队，然后爱想讲这城名安怎讲要对城门讲，还是要对倒讲？叫上帝叫因去设一连7日去设这个耶利哥城。这毋是正当的攻击方式嘛？但是约书亚一个将军完全顺服，就照安尼去行，所以因到落尾就得胜。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伫遮看见着，上帝爱约书亚安怎做，伊就安怎做，伊放弃家己的主权，完全顺服上帝。所以咱对这3项，咱就理解约书亚伊得胜的秘诀，就是伊信靠上帝的带领。最后一项，伫圣经中间，约书亚的第8章，咱看见着，当以色列人攻出爱城了后，因聚集伫以巴路山。伫这所在，咱看见着圣经安尼讲：约书亚照律法册顶面所写，大声宣读规本律法，包含祝福甲咒诅。摩西诫命的每一条，约书亚伫全面的聚会中间拢宣读。为什么约书亚要安尼做？因为伊明白上帝律法是，互这个民族真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做一个接棒的人做一个接班者，伊必须要搁一遍宣读上帝的律法，伊要将这款优良的传统继续传落去。这是约书亚做了真对的所在，但是真可惜的，亲像咱顶礼拜所讲的，伊无坚持到落尾。伫因这代的时阵做了真好，但是后一代因这代死了后一代就无继续因这个真水的传承。对安尼，咱会当来反省，亲爱兄弟姊妹，咱今日咱的教会面对一个新的时代，咱看见着。即马疫情开始了，一直到今仔日，真侪代志拢改变了。咱教会面临这款的改变，确实需要更新调整。但是同时，咱嘛爱思考，什么会是咱双年教会上界优良的传统？咱需要一代承接一代。咱对咱的前辈的手中接落。
教会这个真重要的责任。咱今仔日爱安怎做，咱才能顺利，亲像约书亚同款，做一个真好的接班人，然后一代传一代。安尼上帝国的时间才会不断扩大。咱做一个接班人，愿上帝亲自祝福、保守、看顾咱。咱同心来祈祷。神的主，愿感谢你的恩典。阮今仔日看见约书亚得胜的秘诀，恳求主你帮助阮，因为阮深深知，你对万百姓中间拣选阮，成做你的儿女，享受阮福分，就是要互阮承担真重要的责任。求主赏赐气力、智慧互阮，互阮会当完全信靠你的带领，将你的心意落实伫阮的中间。恳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